愛護香港力量大約20個成員，星期日下晝由港大正門遊行到港大校長樓，即係校長宿舍。部分人攞住寫上我要捉內鬼嘅黃色氣球。佢哋話佔中發起人之一嘅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神秘咁向港大多個學院捐款過百萬，涉嫌推動佔中。佢哋批評戴耀廷知法犯法，鼓動佔中，又涉嫌收黑金，係厚顏無恥。佢哋批評港大民研總監鍾庭耀搞嘅622公投結果失實，港大亦都包庇教職員以學術為名倡議違法嘅佔領行動。佢哋之後踩爆手上嘅氣球，寓意要篤爆內鬼。踩死你個戴耀廷，踩爆你！黑箱收黑金。佢哋要求港大徹查戴耀廷同鍾庭耀，並且公開過去1個月戴耀廷係攞事假、病假抑或係年假。如果港大未有回覆，將會發動進一步嘅行動，將信件發到去唔同嘅部門。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